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共学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收看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共学吧。今天不学英文，今天来学客家话。我们知道客家歌谣当中有很多歌词呢，是从1月一路唱到12月的，像12月采茶、12月古人等这些歌谣。这些采茶姑娘的歌声当中呢，不知不觉一年过了又一年。今天徐薇不是要来唱客家歌谣，大家别急着转台哟，我要来教客家话里面一年四季怎么说。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，首先第一个季节是春天，春天的客家话叫做春天，跟我念一次来，春天，春天。那么夏天的客家话呢，就是很热的天，叫做捏天，捏天，所以捏就是很热的意思，懂捏的哦，就是很热很热哦。那个懂就是很，就是英文的 very 很的意思，懂捏的哦，就是很热的意思。捏天就是热天，就是夏天。所以客家话里面说中暑就是捏抖了，就是热到了。哎呀，捏抖了，捏抖了，就是哇被热到了，好热好热。秋天的客家话呢叫做秋天，秋天。那么冬天怎么说呢？叫做寒天，寒，冬寒，好冷好冷哦。也可以说是冷天，就是指很冷的天，冬天的意思。如果你用到去年的月历还在看日子的话，就会被人家笑哦，说这个是过时嘅日曆冇用啦。什么叫做过时跟日曆呢？就是过时的月历没有用啦。其实英语有类似的说法，英语说过期的杂志呢就叫做 back number， 后面的号码，这是没有用的东西了。今天我们学了春夏秋冬的四季，春天的客家话叫做春天，夏天的客家话呢就是捏田，秋天的客家话呢叫做秋天。那么冬天怎么说呢？叫做寒天。客家话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希望你每天准时跟许薇来学客家话喽，拜拜，安子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